综艺天王吴宗宪在演艺圈闯荡多年，高人气的他更在脸书上累积200万名粉丝。他也常透过脸书宣传自己的副业商品。没想到近日吴宗宪却透露，脸书似乎想禁止他在平台上卖东西而限制频宽，导致人数下滑。他表示，脸书不应消极抵抗，并扬言可能会号召艺人们一起抵制脸书。吴宗宪在脸书拥有200多万的粉丝，每次几乎都吸引1-2万人观看。他也常在时贩卖副业商品，成效相当不错。但近日吴宗宪却发现人数竟下滑至3-4千人，并开始怀疑脸书似乎想禁止他在平台上买卖或推广商品。吴宗宪对于脸书的行为相当不满，所23日也在上表示 ，FB 在亚洲的公司团队应该想出共荣共存的方式，而不是搞消极抵抗，不要当一只骄纵的大象，蚂蚁雄兵一直都有行动。据苹果报道，吴宗宪更扬言，若脸书再继续限制下去，他将会号召演艺圈名人一起退出脸书，改以微博或其他平台经营。实习编辑斜线许雅竹。